有一個問題想同大家一齊傾下，呢個問題係可以好燒腦。呢個問題唔係關於啲咩複雜嘅數學公式，亦都唔係講緊量子力學入邊嗰啲粒子點樣跳舞，而係一樣更加貼身、更加奇怪，甚至可以話係有啲令人毛骨悚然嘅嘢。我諗你而家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無論你而家係坐緊定係企緊，即管用你嘅右手大力拍一嘢你嘅左手手臂，拍咗未啊？痛唔痛？好，問題嚟啦，到底係邊個覺得痛？你可能會覺得我問埋啲廢話，你話梗係我痛啦，唔通係張凳痛咩？但係如果你用科學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個真相係會令你心寒。我哋好清楚你係由咩整成嘅，你嘅皮膚、你嘅肉、你條神經線，甚至你個腦，講到底都只係一堆原子、碳氫、氧氮，仲有啲微量元素。如果你攞一粒碳原子出嚟問佢，喂，你痛唔痛啊？粒原子唔會理你，因為佢係死物。兩粒原子埋一齊，佢哋都係死物。1萬粒、1億粒都係死物。但係點解當呢啲死物原子以某種特定嘅方式堆埋一齊，變成咗你個腦嘅時候，佢突然間會醒咗，佢突然間會覺得痛，佢突然間會覺得呢個世界好精彩。呢個就係科學界最深層嘅黑洞。我哋揾到晒所有硬件，但我哋揾唔到個軟件。我哋見到神經元喺度噼啪啦咁開火，但我哋永遠揾唔到嗰個正在體驗緊嘅主體。我哋再深入啲去睇，講下顏色。你朝早返工一打開 email，見到一個紅色嘅 urgent 標籤，你即刻心跳加快。你覺得你見到紅色，但係我想話你知一個殘酷嘅物理真相啊！喺呢個宇宙入面，其實根本冇顏色呢樣嘢，世界只有唔同波長嘅電磁波。熒幕上個畫面之所以係紅色，係因為佢表面嘅原子吸收咗其他波長嘅光，唯獨反射咗大約700納米波長嘅光入你隻眼。呢啲波傳到去你個腦入邊，變做電信號。你要記住，你個腦入邊係全黑嘅，一滴光都冇，入邊只有一堆濕淋淋嘅脂肪同埋不斷跳動嘅微弱電流。但係唔知點解，你竟然體驗到紅色。呢種體驗嘅質感，科學家叫佢做感質。物理學可以解釋光線點樣反射，神經科學可以解釋信號點樣傳遞，但係冇一條方程式可以話俾我哋聽點解電流會變成紅色嘅感覺。呢個就係所謂嘅意識難題。如果我整一個完美嘅機械人，佢識行、識走、識同你傾偈，甚至識講笑話，從外表睇佢同你有意識冇分別，但係佢入邊係冇人嘅。佢只係跟住啲直片上面嘅電流去行程式，佢冇內在生活，佢冇感覺。最恐怖嘅問題係你點知你身邊嘅人唔係呢種機械人，或者你點知你自己唔係？你係唯一一個真正醒住嘅人，定係大家其實都只係一堆冇靈魂嘅原子喺度做緊化學反應？講到你呢個人，其實更加奇怪。你覺得你係一個持續存在嘅人，你有童年回憶，你覺得10年前嘅你同而家呢個你係同一個我。但係如果你從原子嘅層面去睇，你根本就唔係同一個。你身體入邊嘅原子係不斷替換緊嘅。你食碗飯你就攞咗新嘅原子，你流一滴汗你就換走咗一啲原子。根據科學研究呢，大約每隔7年，你全身上下每一粒原子都會換走晒。7年前組成你嗰堆原子，而家可能喺大西洋嘅一條魚入邊，或者喺某個人花園棵樹入邊。如果零件都換晒，憑乜說話你仲係原本嗰個你？呢個就係忉修斯之船嘅問題。如果你唔係嗰堆物質，咁你係乜？答案係你只係一個模式。你唔係嗰啲原子，你係嗰堆原子組成嘅排列方式。你唔係個舞者，你係嗰場舞。只要場舞繼續跳落去呢，你就覺得自己仲存在。但呢個模式嘅諗法會帶嚟一個好驚人嘅後果。如果你只係一個模式，咁即係代表我可以複製你。想象有一部傳送機，佢掃描晒你每一粒原子嘅位置，將數據傳去火星，然之後喺火星用新嘅原子砌翻一個一模一樣嘅你出嚟，而喺地球呢邊原本嗰個你就被毀滅咗，火星嗰個你有晒你嘅記憶，佢覺得自己生勾勾，但係原本入部機嗰個你到底係去咗火星定係死咗喺地球？如果你覺得呢啲都係科幻小說，咁我哋翻翻去大腦入邊，你個腦有860億個神經元，大約等於銀河系入邊啲行星咁多。呢啲神經元分布喺唔同位置，視覺喺後邊，聽覺喺側邊，
但係當你望住杯奶茶或者你手上部電話，你唔係見到碎散嘅數據，你係見到一個完整嘅畫面。你個腦點樣將呢啲碎片結合成一個單一嘅體驗？呢個叫結合問題。雖然有人話係因為神經元同步開火，但係同步並唔解釋感覺，同步只係講緊時間，佢冇解釋到點解嗰種跳動會變成你腦入邊嗰幅畫啊。甚至有人提出意識可能根本唔係大腦產生出嚟嘅，或者意識就好似地心吸力、質量或者電荷咁樣，係宇宙本身就有一種基本特質。呢個諗法叫泛心論，佢唔係話石頭識諗嘢，而係話覺知嘅最基本元素其實一早已經存在喺每一粒原子入邊噶啦。大腦唔係創造意識，而係一個精密嘅接收器，將宇宙入面呢啲散亂嘅覺知元素集結埋一齊。如果呢個諗法係真，咁即係代表呢個宇宙根本唔係死物，而係一個充滿覺知嘅實體。我哋人類成日覺得自己好重要，覺得自己係宇宙嘅中心，但係喺物理學角度，你只係一堆原子喺一個普通銀河系入邊嘅一粒普通行星上面做緊一場非常短暫嘅表演。但係呢堆原子好唔尋常，呢堆原子會問問題，會研究黑洞，會寫詩，會愛人。諗下都覺得神奇。幾十億年前恆星爆炸產生嘅原子飄過漫長嘅太空，最後竟然聚埋一齊變成咗你。而家呢啲原子透過你對眼望翻轉頭睇個宇宙，思考自己喺邊度嚟。你唔係宇宙入邊嘅一粒塵，你係宇宙用嚟觀察自己、了解自己嘅一隻眼。但係咧，呢隻眼咧好脆弱，如果你打一針麻醉藥，嗰啲原子仲喺度，神經元連接仲喺度，但係你就消失咗。你醒翻嗰陣，中間嗰段時間係完全嘅空白。點解一啲化學物質就可以令一個靈魂熄機？如果意識真係咁強大，點解佢會咁容易被物質操控？定係其實意識根本就係物質嘅一種極高層次嘅表現？我哋而家仲未有答案啦。我哋可以送人上月球，可以用 AI 寫報告，可以用 GPS 行路，但我哋依然解釋唔到點解你飲一啖凍水會覺得爽。但係正正因為咁，佢提醒我哋就你唔止係 KPI，唔止係員工編號啦，唔止係一堆原子。呢個係人類知識最後嘅邊疆。當我哋有一日真係解開咗意識之謎，可能我哋會發現死亡其實根本唔存在。或者我哋會發現，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同一個意識嘅碎片。